爱伊、学罗伊。咱请起立，咱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嘛邀请信心来到咱中间。向你为是我心志，救主耶稣的宝贝。向你为是我心志，救主耶稣的宝贝。向你为是我心志，救主耶稣的宝贝。向你为我心志，救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全有我，我心该落落，落无把你看过，救主耶稣的宝贝。我的下罪的恶气，只我主耶稣的宝贝。我的疲惫亲自意，只我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全有我，我心该落落，落无把你看过，救主耶稣的宝贝。咱就天边竞选食做上帝的囝儿，只有靠主耶稣会当医治咱的心情，互咱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学罗伊。咱因所命无公路，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天着天地教我好，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全有我，我心该落落，落无把你看过，只有主耶稣的宝贝。爱的心内的安定，只有主耶稣的宝贝。爱的信心来加深，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全有我，我心该落落，落无把你看过，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全有我，我心该落落，落无把你看过，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哈利路亚！只有主耶稣的保护。我的列邦中的欧罗里，我的万民中感谢你，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跨过诸天，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跨过诸天。我伫列邦中，我的列邦中的欧罗里，我的万民中感谢你，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跨过诸天，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跨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跨过诸天。我伫列邦，我的列邦中的欧罗里，我的万民中感谢你。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跨过诸天，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跨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到
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你。个一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我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你。你的主爱，你的主爱我归主你。大家请坐。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这粒谦卑顺服的心。主啊，阮要照着这条诗歌来对主你祈祷。主啊，愿我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内面，尊叹上帝教示。你予我有谦卑的心，予我愿意受教的力，予我会通行你的旨意，尊干上帝教示。求你予我有谦卑的心，予我愿意受教的力，予我会当行你的旨意，尊叹上帝教示。帮助我，帮助我，搁较多祈祷，帮助我，搁较多我可独独相信你，亲亲敬畏你，一心来跟对你。求你予我有谦卑的心，予我愿意受教的力，予我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尊叹上帝教示。求你予我有谦卑的心，予我愿意受教的力，予我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尊叹上帝教示。帮助我，搁较多祈祷，帮助我，搁较多我可独独相信你，亲亲敬畏你，一心来跟对你。帮助我，搁较多祈祷，帮助我，搁较多我可独独相信你，亲亲敬畏你，一心来跟对你。一心来跟对你。亲爱的天父，阮有真多感谢，主啊，愿我会当跟我你，亲近你，
互阮更较深来经历你。主，阮感谢你，伫疫情的期间，你保守阮众兄弟姊妹。虽然阮袂当来到主你的面前，甲你讲话，总是你的圣灵伫你引带阮。嘛，当阮伫咧线上敬拜时，你永远要引带阮，永远要将你的话藏牢伫阮的心。主啊，愿阮会当搁较深的祈祷，搁较深的相信，阮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内面，遵行上帝你的教示。主啊，我们希望阮会当献上阮安尼感谢甲敬拜时，你的灵甲阮三角欢喜。主，你牵替阮敬拜，牵替阮学乐。主，咱感谢你，求你赐予阮一粒谦卑顺服的心，予阮伫上帝你耶稣基督的囝，伊宝血引带内面，洗净阮的罪，予阮的心会当清气，予阮会当更较侪粒敬我你，予阮会当伫原牧师的带领内面，予阮更较深来敬拜你，学乐你。阮安尼敬拜、祈祷、学乐，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这时，咱来唱诗歌，学乐上帝，请献开圣诗305首，305首。请起立念全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
坐，请坐。这时，咱备办心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阿爸上帝，你是荣耀有能力的上帝，阮要时刻来学乐你，阮也要专心来投靠你。只有你会当供应阮一切所需要的，就是阮所有，也是阮所有愿望的源头。求你帮助阮，存谦卑的心来敬拜你，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甲应允，互阮信心坚固，一生拢袂偏离。也求主时刻甲阮三甲同在，互阮每一工所行所做，完全要靠主来得胜。这时，阮要为疫情来祈祷，恳求主你，互疫情赶紧来煞，互每一个人拄起惊吓的心，互因会当回归正常的生活。伫即个疫情严重的时阵，有主你不时甲阮三角同在，互阮悠然安然安尼度过难关。感谢主，阮也要为着受到水灾、土石流影响的灾民来祈祷，求你来安慰因受创伤的心。当因有困难的时阵，求主你来做因随时的帮衬；当因软弱的时，求主你来甲因鼓励甲扶持。感谢主，也恳求主你赐予阮智慧，予阮力量，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互更较侪人得到属灵的祝福。也互阮的教会兄弟姊妹彼此相听，无纷争，互泸州教会大大复兴，成做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有主你甲阮三角同在，有主你的保守，有主你的看顾，互所有的兄弟姊妹得到真正的平安。感谢主，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启用，请兄弟掀开圣诗后壁面的启用文第18，诗篇67。伫这个圣诗启用文是1031页，显着的兄弟，我来启，请恁做伙来印。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齐声。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即时，咱这个圣歌队要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上帝听痛哪会遐大。
这时，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语，请掀开《圣经箴言》第4章23节、23节到27节。伫个圣经696页，显着的兄弟，我来读，请兄弟做伙来看。箴言第4章23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24节，你的喙着拄起邪僻，你的喙唇着离开行恶。25节，你的目睭着看直直，你的目睭着看头前。26节，着修平你的脚的路，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27节，毋通偏左偏右，着互你的脚离开歹。以上。各兄弟，这时咱起立来纪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疼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力化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着安尼相疼。恁也相疼，众人着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各位兄弟，请坐。这时，咱的一介牧师要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当保守我的心，当保守我们的心”。咱会把的时间交予一介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看到大家会当实体来到教会，而且来敬拜上帝。咱来回想过去3个月的时间，实在是真久长吼。对教会历史来讲，毋捌安尼过。所以即届的疫情自5月份、5月中开始，安尼升温爆发的时阵，我想带互咱全台湾吼，甚至国外也真侪真严重的所在，互咱的心会当讲用忐忑不安来描写。咱若搁回想，搁较进前4月份，咱敢搁会记得伫台湾有发生什么样火车的事件，太鲁阁号4月份安尼会发生，咱也感觉真震动吼。到伫5月份疫情会爆发，然后到伫前几礼拜进前安尼一阵的大雨，也互南部台湾南部真侪所在伫遐土石流伫遐来。造成这个水灾的问题吼，所以咱看到伫这个世间有真侪的苦难。耶稣伊讲，伫这个世间有苦难，总是独咱会当放心，因为伊已经赢过这个世间。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是耶稣伊家己讲的话。所以为这句话显然来显明，就是讲。信主的人也袂当避免着，伫咱的生命中间会面对这个艰难。信主上大的目的，毋是要来拄起这个艰苦、这个艰难，乃是要互咱知影，要怎样伫艰难、困境、
患难的中间来徛在，来得到迄种的平安、安然、自在，伫遐有倚靠。今仔日上时嘛是教会甲社会的纪念主日，教社主日。伫遮晚啊，咱嘛来思考，伫即个患难处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即个情景的中间，咱的教会每一间教会会当担任扮演什么种的角色？所以咱来敬拜上帝，毋是讲咱欢喜，咱得平安就好。咱嘛爱想到，咱即只大船外面的人，因要安怎？所以伫遮透过即个教会甲社会主日，也互咱来思考教会以及咱基督徒咱的使命甲咱的责任伫倒位。也真欢喜看到大家，我想咱会当搁较体会到，会当实体来到伫教会，这是何等的珍惜。咱需要珍惜甲感谢的事，咱做伙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久3个月外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阮配合政府遮的防疫的措施，阮虽望袂当实体来到伫教会伫遮来做礼拜，都是阮也透过网络、透过直播，遮的收视的礼拜，也互阮的心灵来得到养赐，来得到帮助，来得到持续伫主你的面前，徛伫真理的道路。主，阮感谢你，随望伫这段时间，总是你也透过这个疫情，伫咧教导阮真侪生命的功课，互阮无浪费这个疫情，就是阮会当伫阮的生命中间发出这的慈悲、温柔、善良、圣神所给的轨迹。伫这3个月的中间，阮好亲像是伫黑暗的中间，总是就是安尼，阮会当来较无光，就是因为伫黑暗，阮搁较要掠条主耶稣基督，诚做阮至宝，诚做阮的光。就是因为安尼3个月来，阮的心较无要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渐渐阮的脚会当踏到伫主你的圣殿，阮感谢你。互阮搁较珍惜，也重新出发，来反省省察，也来重新跑走阮信仰的道路。主，阮相信，你透过安尼，要互阮的生命，互阮的灵命，哪亲像鹰鸟，来要来体息飞悬。主，阮感谢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疫情的爆发，升温的这段时间，社会的处境产生真大的变化。毋但是这个外在的环境，包括咱每一个人的内心，也受到这个大冲击。会当讲对南到北，对东到西，对台湾到全球，这是一个全球的议题。所以，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是人类，不分种族，每一个人的内心拢受到这个大冲击。如果咱会当看到其他的国家，每一天是几千人、几万人咧确诊，相较之下，咱台湾伫真严重的5月中的时阵是400-500人，300-400人慢慢降低100-200人，到来几十个人，到呾是几乎是个位数。所以咱看到每一天，咱亲像咧坐啥物，好亲像伫咧坐云霄飞车的心境，看到人多，咱的心就感觉讲，会不会下一个就是我了，然后走在这个街上，有时咱爱出去，感觉讲真没有安全感，其实伫这段时间，我家己咧发掘我自己的内在。伫5月中的时阵，迄阵我有一个真奇怪的生理上面的反应，就是每到中午以后，我就很疲惫，然后我就很想躲到房间去睡午觉。其实我是很少睡午觉的人，我精力一向都是很旺盛。不过伫这疫情特别在5、6月份，迄阵伫遐咧升温，我感觉我的心安尼，唔知要安怎讲袂出迄种的震动，好像被石头压住。
也就是这个感觉很不好，然后也很我感觉到内心是有焦虑的。为什么？因为咱每一天拢伫甲迄个看袂到，甲咱无法度去把握、掌握的迄种病毒里的抗争。所以这场会当讲是一个全球化、不分种族都在面对的病毒战争。总是伫这段的中间，咱嘛看到这的舆论真侪伫这个媒体、网络上面的舆论，其实更较恐怖的是什么？更较恐怖是人的语言。人的语言跟这个心思，这个才是具攻击性跟杀伤力的。所以咱要去注意的是讲，这个目睭看袂到，却伫咧正在破坏关系的言语跟思想，这才是上恐怖的。因为撒旦已经意爱利用这个言语跟思想，伫遐咧破坏关系、破坏团体。甚至伫咧破坏教会的和睦、和谐甲合一。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讲，咱做伙来读来。人的心比万物较诡谲，歹到极头，自罪为知伊。伫圣经就已经讲，人的心是很诡诈的吼，人的心比万物更较诡谲，坏到深处。人是上帝创造比作物唯一会当来思考的一个受造物，所以透过这个思考的功能，人会产生思想。这个思想累积起来，会产生一种的智慧。所以咱拢讲，古早人有因的智慧。有一个哲学家，有一个哲学家，他说，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和人跟动物无同款的是人会思想，人会思想，所以这个思想会让一个人有伟大的情操。这个思想会让人对生命、对生命、对信仰的价值跟意义产生一种无同款的一个情操在中间。在这请问咱大家，每一届当咱要来礼拜的时阵，咱的心在咧想啥物？咱有去洞察我们的心思无？检测真侪人来伫教会遵守上帝所予咱的讲爱安那守安息日，要来礼拜，要来敬拜，总是为咱心内有发出100个人、100几个人、200人有无同款，有就200种、100几种的无同款的意念跟思想在里面哦。你来到教会，特别咧侍奉的人，咱的心是感觉足欢喜。我安尼足渴慕，感觉安尼真心真自在，我就是要来服侍。迄种的欢喜，也是咱在咧服侍时，咱感觉咱是足责任的，带着很大的这个肩胛头顶面的重担感觉是一种因为责任因为有责任的关系，因为有职务的关系，感觉足压力的。也是咱感觉讲无来安尼，那像足歹势所以我就爱来。所以有无同款，才会对伫服侍，也是来敬拜、来礼拜迄种的心境。特别咱嘛来想，伫咱疫情，伫这3个月的中间，咱拢咧想什么？咱的心伫咧想什么？有时咱真侪时间伫厝里，关伫厝里，咱咧想什么？咱除了想咱家己的健康了后，咱有想别人无？其实即届疫情的功课教导咱爱去想着别人嘛，无一个人会当免于这一次的疫情。每一个人为什么戴口罩？戴口罩唔那是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别人。对安尼，咱搁一摆伫咧想着别人。所以信用的基础甲一个行动，它是离不开思想的。如果人无思想，没有思想，他是不会树立一个信仰的行动。所以信用的思想哪强的人，伊信用的实践的气力就哪强。信仰思想越强，他的信仰实践力就越强。
法国文学家雨果伊讲一句话，伊讲哪里有思想，哪里就有威力。所以要来改变一个所在，包括社会、国家、教会，人的思想真重要，因为思想会启动我们的行动。今仔日的经文讲，你就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而且你讲到保守咱的心，到底要安怎保？什么是保守咱的心？咱的心伫倒位？咱要是要保守倒位？是毋是把你的心脏顾好，把你的身体顾好吗？而且所讲的保守的你的心，就是咧讲到咱来保守咱的思想，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怎么样？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一生的果效，你所有的生命的结果，拢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系。你起头安怎想，这个思想会支持你一生伫咧努力的方向。所以你有一个生命的结局跟结果。所以你才讲到，咱的心爱去甲伊保守。伫遮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买当翻译成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所以泉源若是清气的，咱流出来的水嘛是清气的。所以咱的心若清气，咱的行为就清气。咱的心、咱的思想若是单纯，咱所做的代志的动机就单纯。所以心伫倒位？圣经的用语，在圣经内面所讲到的心，是咧指一个人的意志、伊的知觉、意识、伊的理性的思想，包括伊有感情，以及伊对伫生命泉源的一个想法甲态度。这心代表是整体的人，代表一个人，伊的整个人。这个心就是人的思想，伊会主宰一个人的态度、行为以及生命的结局。所以保守咱的心，保守咱的思想，就是爱保守好咱的情绪。咱讲现代人有很多情绪方面的问题，爱保守好咱的情绪，保守好咱的心思意念，就是咧讲爱有正确的想法，嘛爱有健康的情绪。然后咱所做每一项事的动机，要有一个价值感，要有价值感。所以咱咧教导一个囡仔，教導一个青年，特别对囡仔开始咧栽培，这个他的价值观很重要，价值观。伫遮我举一个例，有一个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囡仔，伊就去甲伊的老爸老母出去佚佗，然后去上公共厕所。然后，这个因爸母就伫外面等足久，讲奇怪，这个囡仔太拢还袂出来。结果，这个囡仔因就去看，讲到底这个囡仔伫厕所伫咧变啥变吧，是咪困去啊？结果入去看到伊伫遐咧修理马桶。伊讲这个马桶坏掉下一个人咧使用会足麻烦。所以就伫遐咧试着伫遐咧调整一寡物件，甲伊调整好势，要互下一位的人会当方便来使用。这是发生伫国外的一个故事。所以对这咱看到咧教导一个囡仔伊的价值观，他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怎么样，为别人着想。这是比互伊任何的知识、学问，互伊会当有好的教育是更较重要的一个对心出发的一个行为。所以咱来保守好咱的情绪、咱的心思意念，有正确的想法，有健康的情绪，有价值观、好的价值的这动机的行为，咱的身心灵就怎么样得着平安跟健康。伫爱尔兰这个国家有一个名言，伊讲 ：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God is merciful. 今仔日是美好的一天，上帝是充满怜悯的。伊讲每一个早起床，爱讲这种的话，因为光明的思想会为咱整天带来一个光明跟美善的力量。来，今嘛咱嘛来对家己讲，来，今仔日是美好的一天，上帝是充满怜悯的。好，咱个讲一届，来，今仔日是美好的一天。
上帝是充满怜悯的。这种的想法，跟另外一种讲，哦，今天我要糟糕了，今天我要倒霉了。哎，有没有不一样？差很多。所以咱起床检查咱的身心灵，还有这的病痛吼，心灵嘛，足多重担，在咧压着我们，身体也很不舒服。吼，但是咱起床第一项事，咱就是伫上帝面前来讲出这种的好话。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上帝是充满怜悯的。就算在疫情的里面，我们一样用这样来赞美上帝，一样来鼓励自己。咱的心亲像一个杯啊，这个杯啊，如果我们常常装着的是愤怒，哇，这个杯啊就安那，啉起来就是愤怒的议题。如果咱的心装的是喜乐的，啉起来就是足喜乐的一杯香醇的咖啡。如果这个杯啊装着是爱的思想，咱的行动就充满主爱怜悯。咱的心中若充满有上帝听，咱就常常会抓耶稣基督的心做咱的心，伫遐咧做服侍，伫遐咧做咱生活，做咱的工作。所以咱要怎样保守咱的心？有一个很实际、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上帝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内心。这嘛是伫诗篇119篇11节，诗人伊所讲的，咱做伙来读来。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我将你的心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怎么样？免得我得罪你。好，咱搁把这句话读一摆来。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如果咱会当将上帝的言语藏伫咱的心内，比将金银财宝藏伫咱的心内，搁较无价之宝。咱若要藏伫咱的囝儿世世心上，咱嘛是将上帝话藏伫的心内，比留予伊这祖产、这财产、金钱，搁较有价值。因为财产、金钱有一天拢会安那，拢会消失。如果伊也无好好管理，嘛是拢归于零。总是独独将上帝话藏伫囡仔的心内，这种的效益要增值。所以咱将上帝话藏伫咱的心内，伫疫情的中间，佫确实会当将上帝话藏伫咱的心内吼。唔知道咱利用这个疫情的中间，有没有多读圣经？有没有多有没有多祷告？安尼咱就没有浪费这个疫情了。透过今仔日的经文，箴言第4章第24节到27节，教导咱要怎样保守咱的心。好，咱做伙来读来24节。你的嘴着除去邪僻，你的嘴唇着离开横逆，你的目睭着看直直，你的目睭着看头前，着修平你的脚的路，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唔通偏左偏右，着互你的脚离开歹。24节讲，你的嘴着除去邪僻，你的嘴唇着离开行逆。咱看到24节到27节，好亲像是一个健康检查表吼。对咱的嘴，较当去看到对目睭、嘴，然后脚，吼，安尼咱像一个健康检查表，检查咱的透过这个人的器官，伫咧描写出人要怎样保守咱的心。所以头一项就是咱的嘴，爱保守。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出来嘛，就怎么说。所以咱的嘴爱除去讲这的无诚实，讲这的会伤害人的，或者是虚假的见证，顶顶嘴里爱保守，爱讲正经的话，嘴唇爱离开行逆，就是这些无正经的。这会伤害到
有杀伤力的、会破坏的，咱来将这言语的溃烂来甲伊安那，甲伊保守好，唔通互咱的嘴来讲出上帝所无欢喜的话。咱讲咱的嘴，这个舌头是很小的一个器官，但是它可以燎火。好亲像森林大火的产生，有时拢一个可能一根火柴点燃，它就个整片森林就着火了。同样，咱的嘴唇，咱的舌头一样可以燎火。所以咱要保守咱的嘴，再来保守咱的目睭。25节讲，你的目睭就看直直，你的目睭就看头前，在讲什么？伫咧讲，指出咱爱建立一个真清晰稳定的目标，咱人生的方向，有一个清楚甲稳定的一个目标，然后咱朝着这个目标在迈进。包括咱咧服侍，嘛有一个目标，所以讲就讲，咱正视前面，不要垂头丧气。不管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咱的拢是爱目睭，拢是爱看头前去努力。咱伫即届5月顶礼拜才结束的东京奥运，我相信咱大家多多少少拢有看一挂的比赛，看这个比赛拢互咱一个真感动这个选手是要怎样去训练？对少年到底因会当为代表各国的国家，安尼一个选手代表国家去比赛。因若无设定一个真清晰稳定的目标，因是无办法达成的。因若是垂头丧气，也没有办法在那个赛程上面来完成。其实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嘛有真侪有人有失误嘛我有看有一个比赛，迄个跑步的、接力棒的，嘛是有人会安那会跌倒，会掉棒，还是讲跳水的比赛，又是水花又太大了，或者是球没有接到，篮球啦，还是桌球啦，让这个台湾有真好的这个表现，也是都会有失误，难免。但是他不能够垂头丧气啊！伊伫迄个比赛的过程中间，伊就爱安那，伊就爱坚韧到最后。所以咱的目睭就是爱头前看，着咱的目标伫遐咧跑走。26节讲，着修平你的脚的路，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只有上帝会当修平咱的道路。这个修平我们的脚的路，就是指咱来衡量咱的路线，咱的行动路线，然后不偏离正道，不怎么样，不超捷径。真侪人做代志包括真侪囡仔无迄个耐心做代志拢想要超捷径这个捷径袂互人达到迄个成功，检测会当，但是基础不稳定。所以咱爱互咱的咧行的道路。咱是正正直直，就算这条路要走得很长很远，但是伊是正直咧行大的，咱永远爱坚持到最后。所以伫遮咧讲着，咱的脚不偏离正道，也不超捷径。27节讲，唔通偏左偏右，就互你的脚离开歹。咧讲着，咱有一个专心向前，然后咱的脚无好的事，咱的确着爱闪避离开，离开就是有一个行动，不要在那个现场里面。求主帮助咱透过今仔日箴言这段上帝的话语，搁一摆互咱倒来到伫咱家己的心、咱家己的灵、咱的思想、咱的动机，咱来省察求主的光来照咱。美国文学家梭罗伊讲，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自己一些好消息。今天里会有美好的事情。今天我要等待上帝如何的来恩待，来行奇妙的事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的心。另外一个文学家爱默生说，每天晚上睡觉就是要关门，将不对还有不好的事情把它关门忘记，然后期待明天
重新好好的开始。兄弟姊妹，这两个话，两段话讲了真水，也帮助咱的心。伫每一个下暗，咱就安那会当将咱今仔日发生不愉快的事，给它关门。圣经也有讲，不可含怒到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毋茫咱路就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伫上帝话语顶面来刻无，然后来改变。咱不管咱过去是怎样，上帝其实要看咱现在。过去不管咱的情绪、咱的心思意念，咱的讲话是安怎，拢袂要紧。总是咱领受上帝话了后，咱意爱改变，成做一个新出发的人。安尼，上帝伊就定心充满着咱的心来帮助咱。所以，伫这个疫情遥久咧存在的日子内面，检测，每一个人的心内检测，阁有这个忧虑、焦虑、害怕。咱求主保守咱的心思意念，互上帝话成做咱生命的第一道防线，这个是更重要的。不管你有注疫苗无注疫苗，迄拢袂要紧。但是咱的生命要先做好这个防疫措施，就是互上帝话来成做咱的第一道的防线，来保护咱的心，然后互咱的心常常存愿望，互咱的嘴也常常讲好话。互咱的目睭也常常注目伫耶稣基督的身上，互咱的脚也徛在伫上帝的道理顶面。最后，咱要用一首诗歌来讲做咱的祈祷。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愿这首歌也讲做咱的一个祈祷。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曾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曾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
咱同心来祈祷。咱需要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一生有快乐，互咱的一生会当伫主的保守下面，互咱的心，互咱的心思意念会当来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求主的话语来藏伫咱的内心，成做咱路上的光，也成做咱脚前的灯。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这是何等的福分！因为阮会当得到你圣神的光，随逐时逐刻的保守。因为主当阮的心承认你，成做阮生命的救主的时阵，对迄点开始，阮就成做你的囝儿。对迄点开始，阮的生命就受到上帝你的感应。所以，阮会当得主你的光，伫你的光的内面来生活，无搁再伫黑暗。主感谢你，保守阮的心，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会当脱离这一切的黑暗、拉散，会当脱离这的凶恶邪僻。主，互阮的心会当搁一摆成做清气单纯。阮单单因为听主、听教诲，阮来服侍你。阮来做每一项的工，包括阮的奉献，阮也是因为阮听你，阮无去看人，无去比较，阮是单单自信伫耶稣基督你的心中。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的目睭直直来向前看，互阮有稳定清楚的目标来跑走，互阮的嘴也常常讲好话，彼此祝福。三关心、关怀的话，讲造就人的话，主也互阮的脚离开迄个歹的，会当专心行踏伫主你的真道顶面，腰骨会当徛在。主互阮的心会当着你，互阮的心也会当回转来归向你。主帮助阮，伫你救恩的内面，互阮会当伫即个。检测伫险恶环境、疫情犹阁有的这个日子内面，总是互阮的心无惊吓。阮会当将上帝的话来成做阮生命防疫上重要的第一道的防线。主，阮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分享甲勉励。这时咱要来吟回应诗，请掀开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兄弟起立吟全首。
各位兄弟，请坐。这时，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奉献的这边的同工来接献。这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各位兄弟，请坐。这时，咱要来读金句。伫这个周报顶面有台语的，咱做伙来念2遍。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是活命的根源，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第4章23节。这时，咱要来消息报告。本会消息，这个国泰世华银行泸州分行，有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教会的账号，这是要互兄弟会当要转账奉献的使用。请你若有伫迄个转账的方面，伫迄个本周共款拜五的中昼12点进前，爱回报你的姓名、电话、转销日期、银行的账号、金额、奉献的项目。入销了后，无法度变更项目。伫即个中昼共款当周的周五中昼呢，若无法度回报的，这笔的奉献就用注载名入销，感恩奉献，嘛无法度计入个人奉献证明的累计。这个转销的奉献只是开放伫迄个疫情期间来使用。全国防疫二级的境界是甲8月23教会开放实体聚会。台语堂甲华语堂礼拜服侍人员，请注意恁服侍的日期，搁爱配合教会的服侍。主日礼拜3楼甲4楼30人的限制。青少年团体会当爱伫迄个华语堂礼拜后来聚会。主日学暂时无恢复。恢复周间的聚会是拜3的祈祷会，拜4双年读经班，拜6圣歌队，拜6青年团契。以上各项实体的
聚会，嘛是爱照即个防疫的指挥中心的规定，室内爱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全程爱挂喙罨，进入教会嘛爱扫描 QR code， 咱这 QR code 的图拢搭伫迄个楼骹，各楼的电梯口。如果你若无 QR code， 嘛是爱签名、电话、实联制。为着要维持即个实体礼拜的人数伫咧30人，8月份的主日实体礼拜有分批转来教会。8月15是圣歌队，8月22是双年团契，8月29是青少年团契。即个青年主日是联合礼拜，因为开放人数有限，请大家有缘伫咧线上礼拜为优先，多谢大家的配合。今日教会甲社会是奉献的主日。教社委员会主要事工，国内外急难救助、甲社群关怀、甲宣教、社会公义、甲和平、永续环境。兄姐，请关心代祷、奉献支持。本会陈国成牧师受派前往信义教会。募款主日8月22日主日是基甸会募款的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特别的奉献，教会的影音设备已经拢完成，要请兄姐、兄弟姊妹会当大家来踊跃人捐奉献。每礼拜3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问候。每礼拜是上午10点双年读经班，欢迎双年团契甲新来的无道友踊跃来参加。会计报告，请家己来过目。还有其他相通的，为着肺炎的疫情来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甲防疫的人员，四下平安，甲咱同在，保守台湾全国的人，全体的人，拢会当度过难关。大家爱加油，也请多多保重。大家做伙来战胜疫情，相信咱拢做会到。愿平安康泰归伫阮厝的人，也归伫近厝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伊。这是耶和华讲的，记载伫个以赛亚书57章19节。第二，咱要为着欧洲水灾、中国水灾。为着西伯利亚、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甲美国的野火，为着灾情的损失、甲农民的损失，动植物生态浩劫的大岛，咱不治消灭，是出自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伊的怜悯。不治断绝，这是记载伫个耶利米书哀歌第3章22节。第三，咱遮有咱教会有家己的查某囝，有家己的有升国一的学生，有王代全、李奇恩、二新雅、林之金、林佩蓉是迄个。谢秀云姐妹的查某囝，即5位咱嘛拢该关心代祷甲祝福。其他的需要其他代祷的，也阁有
真济的兄弟身体欠安的，咱拢用信心来为因祈祷。这个总会告解的消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济有确诊的罹难者的，每个人因有每一个人慰问金有3000块，那中低收入的也低收入的人有确诊甲罹难，每一个人是慰问金5000块，这是含会友甲直接的亲属。所以由教会来，如果若有遮个教会来报告，由教会来台北中会教会甲社会部提出申请。疫情的中间进入教会，一定爱扫描 QR code， 量体温，爱用酒精消毒双手，专程爱挂喙罨，请大家多多来配合。以上。这时，咱要来吟袂变诗，请献开圣诗402首，402首，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咱请于坚牧师甲咱祝祷。困求水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你怎大来好？假使我眼心难比是正，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闭会。